嘉义县德家高中甲独立册店合作，伫嘉义城隍庙甲边仔东市场举办文史行读活动，希望透过历史背景、建筑特色甲宗教信仰的内容，增加学生对地方文化认识，也加强对在地历史的理解。礼拜六的下骹，学生囡仔斟酌来听嘉义城隍庙的历史。嘉义县的德家高中举办嘉义城隍庙的历史打杂活动。邀请独立册店的头家向学生囡仔绍介城隍庙的历史甲建筑工艺。这个地都结构，藻井，看一下，迄算建筑结构、建筑的结构，讲一下这个泥塑，彩绘，这个古早的这个雕刻，这个暗道是桥，迄个桥啦，新桥。我是第一届来我发现内底的物件足侪，阁有足水的木雕、龙柱之类的它足大的，迄庙里面足大的，它可以让我学到课本内底无的历史，阁有一些文化。伫红毛镇的边仔，啉到日本时代经营到当的青草茶，除了城隍庙的小介以外，伊嘛到边仔的东市场参观一寡老店，听较早的故事，嘛互因来了解宗教信仰安怎带动这的生活经济。除了城隍庙跟东市场，完整的，互咱竹崎高中在学生会当真正连结在地，了解在地。德家高中表示，固定古迹嘉义城隍庙，毋但是信仰中心，嘛见证着嘉义的地方历史。带学生来到这，除了希望加强学生囡仔对历史的理解以外，嘛会当透过实际打杂的方式，了解地方文化由来甲演变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